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今集節目。今集我想同大家傾下 Elon Musk。如果你有追開 SpaceX 嘅動向，你就會知 Elon Musk 十幾年嚟都話佢人生最大嘅使命就係去火星。佢話要令人類成為多行星物種，要喺火星起殖民城市，甚至講過自己死都要死喺火星上面。但係最近風向似乎變咗，Elon Musk突然間將個焦點由火星轉去月球。佢甚至喺早排嘅訪問透露，SpaceX 接住落嚟最重中之重嘅任務係要喺月球表面建立一個月球基地 Moonbase Alpha， 甚至係具備自我成長能力嘅基地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，係咪即係放棄火星啊？係咪發覺火星太難，所以縮沙呢？其實，如果你細心啲去拆解佢背後嘅邏輯，你會發現呢個絕對唔係放棄，而係一次非常清醒、非常務實嘅戰略調整。簡單嚟講，月球就係去火星之前嘅 rehearsal。首先，我哋要明白一個好現實嘅物理同時間限制。去火星唔係話你想去就去，因為軌道力學嘅關係，地球同火星之間嘅最短路徑窗口期大約每26個月先會出現一次。即係話，如果你錯過咗今次班車，你要等多2年幾先有下一班。而且單程飛過去，順利嘅話都要飛7到10個月先到。每一次任務都係極度昂貴、高風險，補給亦都極之困難。相反，月球呢？月球就喺隔離，飛過去大約只需要3日時間，而且發射窗口基本上係幾日就有一次機會。喺 Silicon Valley 有一句好出名嘅說話叫 Fail fast, learn fast， 即係快速試錯，快速學習。呢個都係 SpaceX 成功嘅秘訣，靠住無數次任務失敗，揾到邊度出問題，聽日即刻改，後日再發射過，不斷係失敗中成長。試想像下，如果你喺火星上面試驗一套全新嘅維生系統，例如個廁所壞咗，或者個種植系統唔 work， 你係冇得救嘅。補給要2年後先到，基本上係死路一條。但如果喺月球有咩冬瓜豆腐，幾日甚至幾星期內就可以有救援。所以 Musk 今次嘅轉向其實係將月球當成一個試驗場，佢要喺月球證明咗人類真係可以喺外星環境生存，確保套系統萬無一失，先至再將成套嘢 copy 去火星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好奇，喂，除咗插支旗、留個腳印之外，Elon Musk 到底仲想喺月球搞乜？呢度就要講一個好核心嘅技術概念，叫 ISRU In Situ Resource Utilization， 中文即係就地取材。以前嘅太空站，我哋係喺地球整好一件件組件，然後運上太空，好似砌 Lego 咁組裝。依家 Elon Musk 個長遠構想係 Robot First， 即係先派機械人軍團上去做自動化建設。先運送大型嘅機械人去月球，喺南極冰層提取淡水，並且用月球表面嘅土壤做主要原料，打印出建築物嘅外殼同防輻射層。就好似玩 Minecraft 咁，唔使由地球運磚運水泥，而係去到邊掘到邊起到邊。唯有做到咁，個基地先可以自給自足，不斷擴張，做到自我成長。除咗居住之外，外界更加關注嘅係月球工業化嘅可能性。根據最近一啲科技分析同流出嘅資訊，業界推測佢嘅野心可能包括建立月球工廠。點解要喺月球搞工業？因為月球重力只有地球嘅1/6，又冇大氣阻力。理論上喺月球發射衛星上太空，比起喺地球容易同慳燃料得多。甚至有科幻啲嘅構想提到，可以用類似質量驅動器 Mass Driver 嘅電磁彈射裝置，將衛星直接彈射入軌道。加上最近 SpaceX 正式收購咗 XAI， 大家就更有聯想空間啦。有人推測未來會唔會利用太空嘅太陽能同真空環境，建立某種軌道數據中心或者月球算力節點，去滿足 AI 對能源同算力嘅無限需求。當然，呢啲目前仲係好長遠，甚至帶啲科幻色彩嘅藍圖。技術上仲有好多散熱同防輻射嘅難關要過，但邏輯上係講得通嘅。所以你見到成個畫面係好宏大嘅，月球可能會變成一個集礦場、工廠、發射站於一身嘅綜合前哨站。
一旦人類掌握到喺月球開採資源、就地生產嘅技術，呢個正正就係解開火星殖民嘅鎖匙。如果你連喺月球用機械人起工廠都做唔到，你去到火星就更加冇可能生存。當然，除咗技術，仲有更現實原因，就係錢同政治。SpaceX 始終係一間商業公司，佢目前其中一個最大嘅老細就係 NASA。NASA 而家有個好宏大嘅計劃，叫 Artemis 計劃，目標係要帶人類重返月球，建立長期據點。既然 NASA 俾緊幾十億美金俾 SpaceX 研發 Starship 做登月艇，咁 Elon Musk 順水推舟，將公司重心暫時放喺月球，既可以攞到政府資助，又可以練兵，何樂而不為呢？總括嚟講，Elon Musk 今次嘅轉態並唔係放棄火星夢，而係佢終於肯面對現實，選擇咗一條更務實嘅路，先喺月球練好神功，有足夠經驗，再出發去火星。對於我哋普通人嚟講，雖然未必即刻見到月球城市，但喺未來5到10年，隨住 Starship 嘅測試推進，我哋好大機會見證人類真係重返月球，甚至見到第一批月球基建嘅雛形。唔知你又點睇 Elon Musk 呢個月球跳板嘅策略呢？你覺得喺有生之年，我哋會唔會見到月球工廠嘅出現？今集時間差唔多，希望呢個話題俾到啲新嘅角度，大家去思考太空發展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